后来继续来看这个总预算，还阁卡伫立法院，想袂到国民党的立委罗明才质询到主计总处的主计长，竟然问讲总预算哪也未通过。另外，阁有民众党的立委麦玉珍，内政委员会是咧审查国安法的修正草案，结果伊是针对着社违法的问题，一直咧追问内政部的处长马思元，处长才甲提醒讲，即摆咧处理的是国安法。在公共场合直接放灵堂的行为，为什么可以完全没事呢？这个是公然侮辱罪，这个也是一样，要请我们黄国昌主席来提告。民众党立委麦玉珍请激动，将内政委员会质询，基地拢甲社违法有关系，和内政部处长马思元是愈听愈消极，所以找边爱官员讨论。法的内容，这不是我们现在要修的法。原来内政委员会将审查国家安全法的修正草案，让个麦玉珍所聚焦社违法的问题。马思元甲提醒过来摆，这甲东港修法无关系，因为修的是国安法。我们修法是要保护人民，国安法是要保护国家跟人民，我们国家国民都要保护。对。最近引发话题，也有国民党立委罗明才。115年度这个已经开始了哈，那总预算怎么还没过呢？主计总处主计长陈淑珠拜一伫财政委员会听到问题时，目头角结，现场拢点支持。陈淑珠想笑两秒，才阁开嘴。这个部分我要拜托，也要恳请贵院能够来进行审查。好啊。总预算继续伫立法院重点，也被护卫审查，执政党是真着急。66.9的民意展现了人民认为民生高于一切，认为审议预算就是立法院的职责。预算会期不审预算，那立法院要干嘛？民进党的民调听听就好。那赢的立委认为，另赢的民调听听就好。另赢的立委是希望赶紧推缩总预算进度。是讲目前双方拢也无共识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